Hello， 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氣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喺今日節目當中，Rita 同大家共下來了解、共下來認識有關土地證書韓國案例所帶家鄉青島發生嘅事情哦。一開始邀請大家來看一段紀錄片嘅片段，非常的精彩。因為這全村都殘槍槍的，就平平的咩？我主要就是留伊個標誌用的伊個基地點，黑白米，轉來都地講，我要都牛角過。所以這棟房子是合法的。可是搬過了，他就說不合法。就那一天。天意，對。那早知道就不搬了，對不對？對啊。現在變成不合法了。對。我哋都有啦，領導都前啊對面遐，對啊，有人前啊，有人過啊，你我這間厝家己行路行遐去食，無啦，到遐遠，食2-3個月才到遐呢。7年多來，不要說錢花了不少，你的精神，然後你的家跟家人的那種相處，很多都不再是以前那一種。大家看到一片段就是因為台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，韓國最佳剪輯獎嘅一個非常好嘅紀錄片。講福卡總係有感情，係個素材美係。今日非常歡喜邀請到導演韓國啲影片當中嘅主角來到節目現場。首先來歡迎蒼飛凌導演。大家好，我係蒼飛凌，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到福氣來了分享《覆巢》這個影片。係，第一先恭喜導演哈，用心去今年嘅時間，有業會是係得獎，等下好好來分享啊哈。謝謝。係，過來分享一個來賓，佢係大家看到一紀錄片地圖，佢係靈魂嘅人物啊，玉鳳姐，歡迎。係，大家好，我都稱玉鳳，我嘅故鄉都沒有歷史，當歡喜見朋友來到福氣來嘅客家電視台。講抗戰的一團的故事，是噻。歡迎玉鳳姐，講到好，青島事情係個堅持，嘅理想，總有人做得行到下挖出你嘅想象嘅世界哈。當然，你今日講到咧，老土地老福卡有關係，我係知道講，雖然家講到可能抗戰安尼嘅兩隻字吼，聽起來係硬硬嘅，堅韌嘅。唔講係相信平常時生活當中做青島嘅事情，就按你嘅精神啊，故是用下正面嘅眼光來看，我知道有青堅韌嘅精神當好哈。當然一部紀錄片有青島嘅故事，就有風景也不卡真實嘅故事哈。也故事做得入圍電影節嘅最佳紀錄片，韓國最佳嘅剪輯啊！第一位恭喜導演，花幾多年嘅時間來記錄。其實這個影片我是從2014年開始拍到2018年，然後花了4年多的時間。可是因為我進去這個故事的時間，事實上他們的最主要的抗爭的階段已經結束了，所以其實在前面他們在2010年就開始抗爭了。雖然影片只記錄了4年多，然後其中也有一些就是大姐，還有就是我們大姐先生黃大哥，他們有拍了一些影片，也有含在我們的紀錄片當中。嗰時按你入圍嘅心情樣誒？其實很高興啦，因為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，然後會覺得說，其實入圍就是有機會讓更多人的來注意到，因為非常有趣的情況就是，事實上這個議題被知道的人，就是它的知名度並不高，雖然它是一個這麼重要的題目，可是大家都不太曉得這件事情，所以其實入圍對我們來講，就是能讓更多的人知道這個事。哦，嘅玉鳳姐，安尼2016年一直到今後2019，一直到去年2018哈，也幾個事情差唔多將有多位人講還挺貼嘅哈。按從個時間啊，哈，啲影片當中看嘅條那麼係無色嘅，一下就係原拍攝嘅，哈，我就清有智慧哈。雖然你按你講哈，要看起來清有雅，哈，嗰個清溫柔，唔過呢，你真正愛記出來嘅時間係當經驗嘅哦。當然講抗爭，愛
安尼剧多安尼样样，啊较温柔，啊较严放，怎我分他较同情，怎我成功，怎我有人去传播遐事情。啊，毋过其实真正唔面对政府的时候，就唔面对伊个土匪的时候，因为可能讲剧多样样，剧多温柔，记住唔会吃人啦。所以其实他家就看到人家就本来就都不卡，我想讲土生人嘞上班，本来有上班，个又冇上班，个土生人嘞都不卡安尼。一下行出去，变成你就不得不讲来当强悍。因为冇强悍，冇拿到位去对峙，你就不愿持续的啊。所以其实歌上他也看到的，最后唱一下歌上，知道当好。其实经过唔系冇当坚强的心，同。当这样的，普讲，你就反正最坏你就死的，我就不愿插脱，安尼想办法，当然行落去。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心情啊！哈，我有家啲我逢至在谈话的时间，之后佢讲发个普跳就一文听。个意见听，之后也做得本人嘅鼓励吼，无论你讲部分嘅福卡也好，做青岛事情也好，其實嘅係一種決心啦。當然每一個事件佢嘅過程無重要，處於嘅人講，我真正愛捍衛我嘅想法嘅時間，當然要企出來吼。我第一個紀錄片係看到無強用立場嘅人講出來嘅話，當然無強用，一個佢哋無強嘅立場，我嘅決定就會無強用啊。根本就係佢哋用從自己角度去看一件事情，就講我想要保護其實真簡單就單純嘅美好，係唔係我做得了體啊？定係一次成長嘅地方，然後也為嘅人有情感嘅交流，我看到也係親強嘅地方啦，嗬。都係讓人恭喜嗬，因為事情都也下你哋當用心也講，青島人來支持，一直都也係有較好嘅溝通咧，互相雙方無論係當地嘅居民，然後政府有個好嘅對話，都也下你就下過得更加快樂嘅錯嘛，就唔係按你講，我真正愛去到路上一切愛來所謂嘅捍衛自家嘅權益，也係唔嘅堅持帶來嘅恭喜。是是。係啊，佢一拜討人來協議嘅議題，家講到可能唔係青島人哋也牛角坡。唔過呢，也希望因為有機會請到玉鳳姐呢。其實因為我跟客家電視台其實有蠻長久的一個合作的狀況。其實有時候其實台內的同事就會問說，導演有沒有什麼議題想要拍或者是什麼，也許可以來提案。所以那時候我就剛好是在臉書上看到苦勞網的報道，然後是報道我們玉紅姐，然後我就覺得還蠻特別的，因為一個客家的女性。她居然四處的去幫別人站台抗爭，這跟我們印象中的客家女性是不太相同的。那我是從這個點開始想說去認識玉紅姐，然後認識玉紅姐之後才知道說關於他們家徵收的故事。所以你是去，該去咧，玉鳳姐是講好冇問題。不過冇想到你的故事會走變到天陽走出來，會地天時當係嗎？其實佢一開始係用嘅。嘅 message 做嘅訊息，冇嗌講，佢做得來拜訪我，來了解，就想總算有人來認識也到個地方，因為已經都當面行去嘅啦。就像導演講嘅抗爭前面咧，但是就已經都協調嘅地方嘅，同到後背嘅故事，所以我就想有人來屯也故事，本他家店咩當好，其實忙導演忙來講，我就有想講，有辦法我就想一群人來寫吧。
来同遐故事留下来，来記錄下來。对，来记录下来啊，做按拄好去做唱來。桑田有談到你嘅欣賞哦，按拄好，菲林桃園嘅翕嘅東西，翕嘅紀錄片吼，動腰，人講動細心，可能寫每人嘅角度，人嘅抒發無同樣吼，而咩客家唔先啊，人家講有乜按文用，而咩請警員嘛，來做嘅東西差嘛，要不然樣片很多復潮嘛，吼，也係調調嘅調啦，有特別嘅意涵嘛。其實我們會有一句話說“覆巢之下無完卵”，然後其實也蠻多人會有相同的疑問。其實房子就是徐大姐他們的房子已經保留下來了，為什麼你還是要取一個片名叫做覆巢？可是其實對我來說，我覺得透過這個影片，我想要告訴觀眾更多，或者是我覺得我看到的是，其實你現在不堅持，是整個巢都是。關於國家社會，對，其實是整個巢都會翻掉的。現在雖然只是一個保留，可是並不是就是一個就是美好的未來了，或者是什麼。對，所以我覺得對我來說，它有一點像是預言或者是什麼的那種感覺。哦，故說做嚟按你講，也個復仇嘅紀錄片當中係預言故事，也係真實嘅哦。也咩係鼓勵大家吼追求自家想愛追求嘅東西。等下到咗呢，吼，俺來談到嘅，然後俺福卡家鄉土地係那有深嘅情感嘅內容哦。大家轉到呼吸來嚟，今日嘅 Rita 呢，喺個福林桃園玉鳳姐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咧啲桃園嘅牛角坡亞洲地方嘅故事哦。再次歡迎兩位，謝謝。而家講到嗬，玉鳳姐講到親溫順啊，嗬，唔過講到有啲激動嗬，我哋同大家來分享呀牛角坡亞特別嘅故事嘛，係哪時過去大嘅？我喺苗栗年，我嫁到嘅民國83年，83年嫁到嘅住一直帶到嘅。哦，我嫁過家就係帶嘅，可能清朝嘅嘅後期到日本時代住一直喺度也係。你清朝嘅時間1989年有嘅，對，108年嘅。古時本街頭全部係老屋嘅，街頭嘅但是吼。最開始冇一道建築嘅，咁你講最早網有鐵木嘅家，咁差唔多30-40戶嘅木嘅。佢冇清到，因為佢鐵清太呢。喺到後面，因為有高速公路嘅交流道到嘅嘛，個長江去嘅道嘅實移延以後，他家因為佢到人工區，因為這頭。頭擺全部種茶葉，冇做種果嘅樹，個後邊有專業。他個區咪主上嘅交流道開嘅，他個就同土地當地人就會來主題去搭倉庫、搭鐵木嘅，就變成所以後邊就當到鐵木嘅。哦，係，對，就按嚟來一直變化。古時候從大啲嘅為民國83年到今，其實變化千多倍。都冇買嘢，都後來青島嘢都搭鐵木嘅，都一下。鐵木當初就搭。哦，也證書一下人講嘅可以住宅咩好，一個後背成嘅建安咩好，變咗高樓大廈咧嗬，也青島嘅變化呢係。對呀，其實應該是說，他們那個地區在民國59年之後就被劃成林口保護區。你被劃成保護區，你就限建，所以為什麼有這麼多鐵皮屋？其實正是因為他們申請不到建造，然後他們就只能夠簡單的租給人家。臨時嘅。對。那主體嘅人就搭鐵木嘅，就像本人拆得唔會了錢多啦。哦，係啊，嗬。對。而家講到呀，對土地對家鄉看到見變化，其實我真有感覺，因為我細阿公嘅田哦，因為咩證書開路啊。都見確定係同學嘅屋嘅，一般係變態路咧嗬。睇下當然有得唔判定啦嗬。唔過也係人個都市的開發，一個可能係一個高
高长，唔判得按表性温度，睇环境嘅变化，可能唔係按一三年就都做得來嘅係嘅嗬。今日講到也嘅土地證書嘅問題嗬，聽講也討厭做得同大家來上課一下。咁啊，嘅很多分期攤嘅證書係嘛？对，因为其实主持人讲得很好，我觉得包含像玉红姐他们，其实大家没有人会反对开发跟建设这件事情，只是说我们其实，在我们观察就是记录的过程里面，其实会发现是因为政府的政策上有非常多不公平的地方，比如说我们刚刚有一直，其实蛮可惜，就是我们在影片中没办法很细的去谈到像区段征收这个事情。就假设今天主持人你有100坪的土地，然后政府要跟你区段征收，那区段征收的金额就是他会说公告地价加4成，那你有100坪，然后他是3万块跟你征收，你就有所谓的300万的权利价值。权利价值之后，然后你的地就被政府收走了，然后因为你区段征收，它可以配回剩余地嘛，然后所以它整个整地整好之后，现在要分配了，可是它整完地之后，它现在1坪是30万，所以你对你300万的权利价值，你只能配回10坪。那你能够盖房子吗？你能够做什么？你到最后你只能够卖给财团、卖给建商，所以你就一样还是就变成没有土地、没有房子的人。对，就是像我们其实有去巡回影展，然后其实在映后座谈里面有很多大姐，她们就会分享，她说其实政府会有很多的细节不会跟你讲得很清楚。对，他只告诉你说，我们来征收，我们建设，我们会配地给你哦。然后呢？你太风向啊吼！一方面係，可能某一天佢講嘅，佢可能只有佢講嘅懂清楚，可能冇懂清了解啊吼！也出講，我靠，平常時當像有安尼紀錄片，也講有青島關心嘅人，大家向來關心安尼嘅議題，也講主事者講政府單位做得較有耐心嘅。也上面費、交通費，講較多擺到嘅，採體嘅理總啊等等，較多嘅時間做嚟做下來。當像人講，國家了總係要有時間咩？交通當然係要有耐心啦。因為感覺到係講安尼係唔係做得嘅概念也常常冇落差很大。然後不要流於形式化了。期望啊！當然啲也高層吼，我看紀錄片嘅時節，我就知道對老屋嘅情感係我非常感動嘅。有逢至啲屋嘅，我看到還有青島嘅介紹，而家係咧帶啲本牛角鋪入邊，對，其他都變咧，你都冇變。人家老書嘅出來留下來係嘛？係。就變咗一個牛角鋪嘅地標哦。睇下係講去到牛角鋪，出咗啲看到人不卡，就看到也頭擺嘅樣嘅。嗰片嘅都好有一個保生態地嘅，因為佢生日睇下，因為我哋嘅保生態地係用輪咧，就填入住是無卡人，冇生命嘅啦，係，所以1年1班喺厝度，唔做入住嘅飯做是也有看做得攀安嘅，佢不妨因為今年沒厝度做有攀，結果他個專心看也記已經唔記得咧，hand安嘅天佢都唔記得，佢帶到來，就到佢講唔帶，我喺啲個片嘅片，一次就認唔出來，所以我想講其實我哋留到嘅島嘅，可能就嘅老屋，本他個講。可能到人老嘅時候，唔至少想得到頭擺一啲嘅事情啦，只能可能做嘅只能咁嘅，因為佢後生人有啲咩冇財富講老屋啊，一出去講情感啊，嗬，對，講來講去，我做人係當充情感嘅人，親有情嘅人啊，嗬，因為你人爭上愛。看到老屋，可能想到阿公阿婆嘅對人嘅照顧，爸爸媽媽同人土太啲啊，特別係嗰種感情，就會親像人，增補人有團結嘅力量啊！嗬，係想留下來係安尼啊！嗬。對，因為也係我先生佢也到我家講死嘅屋，唔知頭擺死屋當冇簡單，我死一個磚嘅屋，啲磚咧又一地去細個。
多脑杯比饮水比饮水比什么早的又再饮水，安尼结起来无看袂忘的啦。因为头摆有西村病、白村病，苦的人但是西村，我讲生苦的，其实结个西村的病，其实爱使个无讲啊，就要当小讲，唔拄好使到中间才忘的。哦，因为咱西村病，所以那给主来读教用的啦。就赌他一把，成功就是我们的，就是跟抗争一样，你成功了就是我们的，输了就是不应来医，收尸一样就收掉，就这样子。嘿，今日父亲他安尼讲，人家讲啊，当初赌教穷样吼，竟唔用我有安尼个决心讲，我看人家讲土生人的啊，做事啊，因为敢讲爱起出来，因为敢。因为其实人家的行业，但是较强健寿嘛，佮较强使用。头摆阵个夜的阵个甲人讲，哎呦，朋友的事情莫去查案多哦，管好自家事。啊，不过很可能就佮心肝就想，政府欺负，他甲欺负到红的，唔含迄人做来拿刀的词，唔含个强健纯粹伊本人刀。啊，没昂诶，所以我就想，反正按个要死，按个要死，不一定出来还有机会好上命啊。啊，做嘛冇去做。嘿，嘿，整体讲，有道理嘅啦。对。吼，个想法当初会表达出来，本其他人就会谈到，好，做事就会谈到，这样做的进一步嘅沟通嘛，哈。当初讨厌要讲嘅，吼，唔好做顺民。一個原來知道順民也當有意思吼，人講愛順服，愛對權柄愛順服。不過也你講到，其實係當有智慧愛去思考你面對的事情，敢係正經嘅，敢做得做嘅，係嗎？對，因為其實我覺得現在因為社會一直在變化啦，然後其實對於這個部分，就是你接收到的，比如說上級的命令，甚至你念書的時候，老師告訴你的事情，一定都是對的嗎？那我們並不是說，鼓勵大家你一定要做一個那個反動的人，或者沒講一定會反叛，唔過做得去思考講你做嘅事情，做嘅決定，都得愛用來做決定。對，比如說今天這個徵收的事情，其實明明錯的是政府，並不是人民。那為什麼在這個情況下，我們就一定要去接受這個事實呢？而且其實，因為現在資訊很發達，你可以知道它背後的利益的糾葛或者是什麼，那你不站起來捍衛你自己的權利，其實是沒有人會幫你的。所以我們這個影片其實到後來非常非常的是想跟大家講這件事情，就是你要去思考你自己的環境，你自己的權利，你要主張自己的權利。注重自家嘅權益，韓國有一個人講的經濟發展啊、文化保存也兩件事情吼，咁一定係永久都係互相抵觸嘅。我相信佢做得共下來進行，也講共下來合作。當初我自家想到，可能唯一存到嘅老婦誒，就係用fon子嘅，可能佢就會變做紐國坡嘅文史工作室，也講記錄也大為有當到嘅展覽，大家做得情感交流嘅地方。我聽說佢就會變到安講嘅地方，也去親講，未來可能下度想去了解人，大家做會受共下。對，係啊。其實我知道文化保存同經濟發展係做得共下進行嘅，唔係做唔得。其實政府唔係整屬嘅地方，唔係講做全部同人撐槍，你做啲思考講，讓佢去同佢整理好、規劃好來。真嘅我喺度唔係反對講唔來開發，我哋反對係冇尊重喺度，同喺度同地都冇。等到整數人真同人一度講，一度提已經賣睇了，本政府賣睇了，因為我們是預標手，監察院也有糾正他預標手，就係土地很硬嘅，政府就同賣本財團，對，所以根本就違法又違憲。對冇，唔係講一開始，你做好好嘅團一度講，我想一來大家開發一道嘅，大家共榮共存嘛，見冇。錯，嗰種
俺讲到就係講做得好好溝通，也講互相交換意見，做得創造下一將嘅未來。等下大家聊一下，都再來和俺繼續來談論青島有神奇嘅議題哦。大家進入福氣來咧 ，Rita 第2堂節目，噔噔，我請教兩位嗬咧，溫兒愛問呢個，我先請教討論嗬，禮拜用咧紀錄片寫大家，咁一起到我老大家推薦其他乜嘅紀錄片呢？福少嘅一定會看的嗬，咁其他人呢？我最近剛好也是看了一部那個紀錄片，是趙德胤導演的《14顆蘋果》。其實它是非常生活化，可是它又帶着哲學意味的一段的旅程吧。那我覺得這個片子還蠻值得深思的，所以會推薦朋友們，如果有機會的話，是可以一起來欣賞這個影片。人呢是一粒靈果，14年到底會發生乜嘅事情呢？可能你內心當中是有當到嘅想法，也係講答案是會即刻走出來。好，14粒靈果，大家記起來哦。今日風姐也推薦本大家乜嘅影片？對，也是恰好最近看到，因為他有一個全球華人，就是持續報道那個獎，就是洪春錦那個導演他拍的南橫的《美麗與哀愁》，他好像拍了30年。哇！因為我一直覺得，就是說那個南橫本來是很漂亮，因為88風災之後就變得就是殘破不堪，然後而且花了很多錢，一直又沒辦法通，因為它已經關了很久。對，我就在思考說，一定要這一條路嘛，環境就是可以讓它喘息一下嘛，讓這個土地環境喘息一下嘛。對，就是希望說大家也可以共同來思考一下，就像土地徵收一定要徵收這麼多嘛，這樣子。好，本大家好來思考一下哈，也都係同好嘅片嚟哈。我知道先快啲台灣真係商量哈，伊幸福，因為人做得用角色冇共用嘅方式，無論係用自家身體行出來，也一個將拍片嘅啊，出做得講出人想嘅講嘅話，你想嘅講嘅你出做得講，牛頭你出做得講出你自家嘅思想嘛哈。家討厭也擺好，有冇共用嘅手法，帶領大家深入來了解人嘅土地，有一個人民啊政府嘅對話，有一個人黑地物價人嘅情感嘛嗬，人講也係洋蔥式的方法，一層一層看到地圖，安尼輕溫暖輕講，有一個輕愛提醒大家嘅事情。其實坦白說，這一回影片的這個剪接，我是覺得它其實是不太容易的，因為一方面我們拍了4年多，那個素材有很多，然後一方面其實這個事件是複雜的，因為它有前因，就是他們被劃成保護區之後，他們變成很多的動作他不能去做，他不能蓋房子，對，然後後來他們又被預標售，預標售這個情況也是台灣其實應該是數1數2的狀況嘛，然後後來又變成說，因為這些前因導致很多的後果，所以其實在剪接開始的時候，其實很煩惱，就覺得說，你應該先放幾張那個簡報，可能放個10張簡報，把前因後果講清楚，然後才開始講故事。可是這樣的紀錄片應該是沒有人要看的，所以就是在想說，怎麼樣運用我們拍到的素材來講這個故事的時候，其實你剛剛提到洋蔥式的講法，其實是我覺得那種方式，其實是我怎麼樣去認識他們，認識這個事情。比如說我剛去的時候，因為故事已經到了一個階段之後，他不會一定要遇到某個狀況，他會再告訴你說，那時候我們怎樣，所以我就是變成覺得要把這點點滴滴的累積的方式，然後就用剪接的時候也是用這種方式來告訴大家，就是慢慢也把大家帶進這個故事裡面。故事在戲片呢，也講剪接的時間，你們要先建立關係，有個情感嘅連結，係嘛？然後全部要打電話本，我種嘅菜哦，摘啊來拿菜哦，係安尼冇。我知道研究安尼，年前就安尼安定一下。
好，故是俺希望俺个沙飞咩做的，一次做的按少难啦吼。还呢转到要讲要拜，加讲冇简单，新嘅人嘅时间，故所长做的业位嘛，人讲业位就会得奖。谢谢。做的下太噶哈，引人入胜，你来看看，看下底部都带的讲乜嘅哦哈。还是透过安尼个议题，还有凤姐，还呢同时非常关心青岛老居住正义，然后土地有关很个议题嘛哈，包含到也青岛议题也讲后生人，咁樣來關心，咁樣來關注，咩當從事嘅哈。對，我都希望講後生人個行出來關心也土地徵收嘅問題，因為我都最希望加油片咧，因為家下主講要推出去修法，修土地徵收條例，啊唔過唔知做嘛多一下都冇人提案啦，立法院因為要有人提案，漳州的。送出去個副聯署嘛，當做的修法，咁個一切都冇。其實我哋最希望我係真見立法委員做的談到講，我哋新生來再個來修法土地徵收條例，唔會按多人受到破千的那個傷害。鼓勵大家做向下來關心嘛。對。喺個經常看片還蠻看到嘅朋友哈，還有一場順飛。有請大家出轉到嘅樂山村牛角坡也大位，向下你啲也新嘅地點嘛哈，看頭擺嘅樣貌，然後大家分享一下。對，我們其實我們還會有一場那個巡迴放映的最後一場，我們回到牛角坡，就是玉紅大姐他們的，就是我們拍攝的地點。然後對，然後會辦一個蚊子電影院，然後大姐他們其實也同時也規劃了一些活動，可以讓大姐來講一下。當天我們有請那個叫阿達那個演唱農村武裝青年，對，有請他來演唱，就是希望就是說能借由了，然後大家吸引了，然後來看這個片子。當好有日本，因為記得咩當關心土地，記得有啲下輩，咩當唱的講呀，農村啊，韓國後生人也青島返鄉嘅青年咩？對，記得要關心人嘅土地。對，就強調的來從阿塔家來結合，其實剛剛主持人講把文化那種發揚，其實我們也有構想，就希望那裡以後真的可以做一個那種讀書的文學文藝的交流的地方，請人來演講，來做什麼這樣子。當好，而家出得開始做嘅呢。希望有機會，我出得去看表演，我咪做得去表演。因為其實那邊的那個地貌，現在各位來到那邊看，其實已經跟我們其實在影片中最後一個那個 ending 卡那個空拍，其實已經不太一樣。你就一直看到建商的樣品屋，然後建商的那些招牌，其實真的已經都包圍了在他們的周圍。故說安尼，然後得包起來，所以這個核心更加的可貴啊。係嘛，好好保留下來，一個做下都會利用，因為嗰邊迄幾年會動盪嘛，嗰幾年唔了解嗰邊嘅歷史，你就出最後一個偷懶然後結束嘅年。對，因為我們以後會變毛字形，因為前面沒有，前面是馬路，對面是中華郵政物流啦。那個左邊、右邊跟後面都會被建商包圍，這樣，就一個毛字。對，其實提到他們那個地點，可能大家都會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中華郵政物流就在他們家的對面。那時候就是徵收他們的地，然後去蓋的。就是前一陣子，就是 PC Home 在那個爭論的那一塊郵政物流園區，就是在那個地方。我嗰時候大家向下來關心哦，真嘅也係議題哈，本大家知道真有興趣，也係講再透過安尼，係那了解講，到底講出來嘅話，想要講嘅內容係乜嘅呢？我想今日感謝玉鳳姐來到節目當中，嘅討論咩係繼續翕好嘅樣片哈，本大家來看哈，咩恭喜一位祝福得獎，嘅接下來有乜嘅計劃嗎？接下來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接案子在拍片的人，其實這種情況有持續，跟客台的合作也是有持續。然後至於作品的部分，其實是還在構思，就是
还没有确定新的题目跟方向，可是就是慢慢的也会再看着。还会翕安尼青霞人青有内涵嘅内容出错嘅哈。好，今日非常感谢两位，感谢讨厌，谢谢，感谢牛凤姐，感谢你嘅坚持，安之生，谢谢主持。非常希望所有嘅觀眾朋友透過今日節目嘅上，大家9月份來到咧牛角坡，向下咧欣賞咧紀錄片哦《復仇》。好，今日感謝大家嘅欣賞，等下邀請大家聽你先生向下咧做認同了，講咗了，拜拜。